2024年1月28號啊，聯賽第一 round，李浩咧迎嚟咗自己嘅女歐首操，但係現實咧冇幫佢鋪好紅地氈，開波嘅10分鐘咧就失咗一波，跟住對方咧主罰角球嘅時候咧再失一波，李浩嘅信心咧幾乎咧瞬間被打碎咗。嗱之後啊，雖然慢慢調整狀態，連續咧撲出咗幾個關鍵射門，但最尾嗰波世界波啊，依然咧令到佢耿耿於懷。原本啊期待完美嘅開局咧，最後咧變成咗一場苦澀嘅手操。嗰晚啊，李浩咧幾乎冇瞓過覺，成晚咧喺度睇比賽嘅錄像啦，逐格咁分析自己嘅失球。嗱，職業足球咧就係咁殘酷噶啦。成個租借嘅球季咧，38場比賽咧，佢最終咧淨係獲得咗2次嘅出場機會。嗱，對於一個年輕嘅門將嚟講啊，呢段嘅經歷咧，唔單止係等待，更係一場咧對心理、耐性同埋信念嘅長期消耗戰。